国际新闻来关心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罗西亚总统普京21日是进行1.5点钟的视讯对谈，有讲要安怎和美国总统川普建立关系，也有要安怎和俄乌战争结束。另外，嘛有讲到台海议题。 习近平2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，甲罗西亚总统普京以视讯的方式通话，双方互相叫对方是亲爱朋友。习近平甲普京分享顶礼拜五，伊甲美国总统川普就 TikTok 贸易甲台湾等议题讨论的内容。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、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。 中俄两国要以此为契机，共同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。俄国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助理厄夏科夫事后对记者表示，两国领袖互相确认，那川普团队确实有兴趣，路中也愿意在互利、互相尊重的基础上，甲美国促进关系。普京表示，已经准备好甲川普政府讨论乌克兰战争的问题，也希望在乌克兰实现长期和平，而不是短暂的停火。任何协议拢爱考虑罗西亚的利益。 Устраиваем наши связи на основе дружбы, обоюдного доверия и поддержки, равноправия и взаимной выгоды. Эти связи самодостаточны, не зависят от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факторов и текущей мировой конъюнктуры. 厄夏科夫也指出，罗方坚定支持台湾是中国领土未当分割一部分，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